一齊睇下呢一條題目，難唔難到大家？邱同學開始。大家好啦，今日我哋要討論嘅題目就係喺以下3種動物龜、貓、鳳入邊選擇多一種選擇一種生肖選擇一種動物嚟作為一個12生肖入邊嘅外加一個生肖。而我認為討論呢一條題目入邊咧，我可以基於3個準則嘅。首先就係佢需要係有中國嘅意味啦，因為我哋所選擇嘅係中國嘅生肖。另外咧就係佢選擇嘅動物咧係有佢嘅所象徵嘅事物係帶有獨特性嘅。最後尾一樣嘢咧就係選擇之後嘅所造成嘅延伸影響。而我就認為咧喺以下龜、貓、鳳入邊咧，貓同埋鳳咧係比較偏向有西方嘅意味啦，而龜先至係十分之有中國嘅濃厚嘅意味嘅。所以我就會選擇龜嚟作為我係最適合嘅一種動物嘅。咁基於1號同學所講嘅特質啦，咁你就認為需要有中國嘅意味啦、獨特同埋對我哋人啊係有一定嘅影響啦。咁喺3個動物入邊，我亦都認為龜係最能夠適合作為外加嘅一個生肖嘅，因為咧龜擁有一個堅持不懈，雖然佢活動比較慢啦，但係佢仍然堅持不懈咁去做佢每一樣嘢啦。咁我認為呢一樣係代表到人類一種好嘅特質嘅。咁而且其他另外2個動物咧，貓同埋鳳咧，就並未有一個良好嘅一啲代表到人嘅素質。咁所以我認為龜係喺3個入邊係最能夠係最適合嘅。咁其實我就覺得呢3個都其實有一個好好嘅寓意，但其實我覺得呢個鳳啊，就可能佢嘅寓意就係富貴啊等等，咁就可能會同呢個狼有所重複。咁我就覺得再加就會覺得有啲畫蛇添足。咁呢個貓咧，我就覺得係佢未必能夠兼顧到男女唔同性別，因為當我哋聽到呢個貓嘅時候咧，可能更加覺得佢係一啲寓意係比較溫柔啊等等，咁可能對男性可能真係有一個負面嘅影響。咁所以我覺得龜係最適合嘅。咁因為佢頭先2號同學都講到啦，佢有一個堅持嘅好好嘅特質。咁同時間佢都有一個獨特性，就係講緊佢係好長壽，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嘅意義。咁所以我就覺得係龜最好。咁3個生肖之間啦，我係會選擇鳳嘅作為一個新嘅生肖嘅。咁中國嘅意味上面啦，鳳作為中國傳統4靈之一啦，佢具有一個深厚嘅文化背景嘅，同埋就好似俗語所講龍鳳呈祥。鳳都代表住一個中國傳統重視嘅長歲嘅。鳳喺不論中外，佢都有一個不死嘅美名啦，就象徵住佢可以浴火重生。我覺得就好似代表於人一個可以做到喺挫折中重新站起來，同埋做得更成功嘅一個需要嘅素質嘅。喺現今呢個咁多個挑戰嘅社會啦，我覺得每個人都需要具備一種特質，就係即使面對困難、面對挫折，甚至好似鳳咁樣面對啲將佢燃燒殆盡嘅火焰，都可以做到喺火焰中重新站起來。我覺得呢種特質係現今社會嘅人十分之需要嘅，所以我認為如果係要喺傳統嘅12生肖之外再加個生肖咧，鳳係最為合適嘅。我認同1號同學講嘅話，呢一個拗嘅生肖係有一個要象徵一個意義啦。而我認為呢個意義係要有一個可以代表到一個人需要喺為人或者喺行事需要嘅一個精神啦。咁剛才1號至3號同學認為龜係適合啦，都有一個認為佢有一個堅持嘅精神。咁但係我認同4號同學認為係鳳係比較適合嘅。咁就好似剛才就講過啦，鳳有一個不死鳥嘅美名，佢可以有一個象徵住希望，教到人們啦，可以喺行事，即使佢哋係一個逆境嘅時候，佢哋都可以繼續有一個另外有一個堅持嘅心態，因為佢哋知道會有希望，所以佢哋就可以有一個堅持繼續去繼續做翻佢而家做嘅事。就因為呢一個鳳有一個希望嘅象徵，所以認為鳳係一個比較適合嘅。基於以上我哋5位同學都係對
於貓係冇一個太大嘅衝突一個意解啦。咁我建議咧，我哋可以集中討論翻龜同埋鳳之間嘅選擇嘅。咁我就回應翻4號同學啦，就所講嘅龍鳳呈祥呢個意思啦。咁其實我就正如我所講嘅準則，其實生肖我哋選擇一個合適嘅生肖咧，係需要佢所象徵嘅事物係要獨特嘅。就正如你所講龍鳳呈祥呢個詞語咧，好多時候我哋都會將龍同埋鳳係擺埋一齊嘅。而且正如3號同學所講咧，龍同埋鳳咧係有個好相近嘅意思，同埋所以如果我哋選擇咗鳳嘅話，其實會失去咗佢嘅獨特性咯。另外，我想再補充一下我龜嘅觀點啦。點解我會選擇龜咧？係因為其實好多時候我哋講龜呢一樣嘢喺我哋中國係比較多嘅，就會象徵百歲啊、長壽呢啲嘅意思。另外，如果我哋與龜拉上嘅關係嘅話咧，加上埋長久以嚟咧，其實我哋可以見到係龜會套用於一啲古文啊，又或者詩詞入邊，所以其實佢擁有一個好濃厚嘅中國意味咯。咁剛才2號同學提到呢個龜啦，象徵住人嗰個堅持做某件事呢個特質啦，所以認為龜係適合做一個新嘅生肖。咁我認為鳳咧同樣都象徵到人堅持呢個特質咧，就好似啱啱5號同學所講，鳳作為呢個不死鳥啦，佢哋即使面對啲困境都會堅持重新站起來啦。咁我覺得佢已經代表到龜呢個話所謂象徵住人們要堅持擇善固執，堅持做某樣正確嘅事呢個特質，所以我認為鳳咧係比龜更加適合嘅。咁正如4號同學所講啦，你認為龜同埋鳳其實佢大家之間，龜係有努力不懈啦，而鳳係有喺挫敗中堅持不懈，亦都係堅持不懈。咁兩個特質既然相似，但係龜佢冇同龍係有一個相似嘅關係。咁既然如果龍同埋鳳相似咗，係仲點解需要額外去加一個額外一個生肖咧？但係相反，龜呢樣嘢佢同12個生肖裏面並未有一個直接或者太相似嘅關係，所以如果將龜加入一個新嘅生肖入邊咧，咁就既可以代表一個新嘅特質之餘，亦都唔會撞到原有12生肖嘅其他動物。我認為1號同2號，因為1號同2號同學講嘅龍同埋鳳有相似嘅地方咧，有一個值得商榷嘅餘地。龍喺一個生肖入邊咧，象徵住呢一個皇上嘅權力，佢等等嘅一個神聖嘅，另外係代表一個神聖權力嘅等等嘅象徵啦。咁但係鳳啦，佢龍未必會有一個好似呢個不死鳥鳳嘅一個絕對同心一個希望嘅象徵。但係如果所以我認為龍同鳳之間未必有一個直接嘅衝突。咁但係啦，就剛才講過係龜方面啦，係一個堅持。我認為堅持一個最重要嘅就係因為個人可以見到前面有個希望，佢有希望先至願意堅持落去。所以我認為鳳係比龜更加出色，所以我認為鳳更加好。係咁，頭先4號同埋5號都講過呢個鳳嘅不死鳥同埋呢個浴火重生呢個特性啦。咁我覺得可能呢個特性可能又同呢個馬嘅自強不息有所重複，因為佢哋都係講到喺逆境當中，我哋都係再堅持落去，就係可能所以鳳咧，我覺得係呢個就係頭先1號同學講到嘅獨特性方面就有所欠缺。咁所以我覺得關於呢個佢就係有一個好獨特嘅意味，譬如話係長壽，咁就係同埋呢個都係同中國傳統嘅文化係互相呼應，就係中國人都係好希望自己有個更加長壽命，所以我覺得係關係比較好。我都好認同2號、3號同學所講啦，你哋呢兩位同學都強調咗我所講嘅準則就係獨特性。其實我想講咧就係中國人通常我哋都會以自己為龍的傳人㗎嘛。另外我再提及一樣嘢就係我哋中國嘅國歌入邊所講嘅嘢，就同龍所講不死嘅精神係有相關嘅。即係意思即係話龍其實亦都會有一個不死嘅精神啦，堅持不屈嘅精神，就會同呢個鳳嘅意思會相近咗，所以咧我就認為如果你擺龍落去作為外加一個生肖嘅，就會失去咗佢嘅獨特性咯。我就剛才個同學講過啦，鳳嘅
持不懈嘅精神，咁咪同龜嘅精神有所衝突呢？咁龜反而唔係就住你剛才言論，唔係會有一個人係一個額外嘅一個多餘嘅添加呢？咁鳳佢同時啦，佢亦都象徵住個希望喺度，教化到人啦，佢做事係可以做事，即使你而家係一個絕境，你認為覺得前面冇路行，你亦都有一個你覺得就係因為有鳳，你鳳同時代表咗希望，你喺呢個絕境入邊，你都可以得到希望，都奉嘅出世。再加上一點，我認為鳳比龜或者係更好嘅原因係因為龜嘅成語，剛才1號至3號同我所講，象徵住佢都會去堅持做某樣嘢啦。咁係嘅，龜的確代表住啲人可能會堅持，即使背負住一個重責大任，背負住某啲困難，都會堅持自己嘅使命去行某啲事。但我認為鳳更適合嘅，除咗係因為佢同時都可以做到堅持之外，係佢面對啲好重大嘅挫折，甚至好重大嘅困境，佢都可以繼續秉承一個堅持嘅精神。咁龜，我覺得充其量佢只可以表達到你做事有一個一定程度嘅困難，但係你唔一定會面對挫折，你只會好穩重咁前行，並且克服自己嘅難關，但係做唔到嗰種鳳嗰種所謂去跨越一個逆境嘅特質。容許我補充翻龜啦，其實龜亦都有另外一個意思，就係象徵住長壽嘅。其實我哋唔可以忽視嘅咧，就係其實兩種龜同埋鳳咧，亦都有外加啲唔同嘅一種寓意嘅。但係我想再提及多一樣嘢咧，就係其實我哋要外加一個生肖咧，係亦都要根據住有一個中國嘅意味嘅。就正如我所講，鳳點解會有少少西方嘅文化西方嘅意思咧？其實就係因為譬如話哈利波特啦，會出現一啲鳳嘅動物嚟作為佢古仔嘅內容。其實鳳係偏較係一啲西方嘅感覺，所以我認為佢係唔係太合適作為一個中國嘅12生肖。咁我認為1號同學咧對於呢個鳳咧就有少少一個偏見啦。咁係的而且確，鳳不論喺中國定外國都有好耐嘅一個傳統嘅故事流傳落嚟啦。但係佢喺西方有一個代表性，並唔代表喺中國嚟講佢唔係一種具有深厚文化價值嘅動物嚟嘅。咁基於佢有咁深厚嘅文化價值啦，從遠古嘅王朝到依家一路都係流傳住呢種動物，代表啲高貴事物啦，所以我認為用佢嚟代表一個中國嘅生肖咧，係並冇呢個話太過西方化呢個説法嘅，所以我認為鳳係亦都非常適合作為一個生肖嘅。就正如小學同學所講啦，其實鳳都會喺外國有一啲佢哋嘅意思啦。咁假如我哋又將佢作為一個生肖嘅話，又會唔會真係會失去咗佢嘅獨特性咧？佢又會唔會係有一啲特別之處，比西方又會唔同嘅象徵嘅意義咧？咁由我喺度做一個小總結啦。咁我哋啦喺呢一個揀選呢一個生肖上面嘅原則上面啦，我哋亦都認同呢一個揀選呢個生肖嘅一個象徵意義，就係可以帶到一個新或者係一個人們需要嘅精神啦，就係我哋想講嘅堅持，呢一個係我哋共同嘅一個因素啦。另外啦，呢一個生肖都要有一個中國嘅意味，我哋都係認同嘅。咁但係就住剛才，另外啦，就住剛才1號同學對住鳳呢一個對於中國嘅一個意義係咪真係咁重咧？我認為鳳係一個可以真係代表到一個中國文化嘅一個象徵啦，就好似會喺古時或者現今啦，一個中國傳統嘅婚姻入邊啦，都會有一個鳳喺入邊，包含埋喺中國嘅文化入邊，所以我認為鳳亦都係不乏中國嘅文化意義。咁我覺得頭先5號同學就講到呢個就係我哋揀呢個生肖係需要有一個人們需要呢個嘅特點啦。咁我就覺得其實龜係更加好過鳳呢個嘅意義嘅，因為龜係有個持之以恆嘅精神啦。咁喺呢個我哋依家嘅社會入邊咧，可能好多人都係急功近利，同埋佢都係好想好快地去完成佢嘅目標。咁就可能呢個持之以恆就更加好嘅。